欢迎来到 Linus 中文新闻，我是主持人 Linus。在这里，我会用简单清楚的中文带你了解最近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情。第一则新闻：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今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访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他们一起参加了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活动，还签了一些合作文件。这些文件说，他们会有更多在经济、能源和科技方面的合作。这几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好。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不只对他们两个国家好，也会让他们在世界上有更多的影响力。第二则新闻：苏丹的内战、霍乱和断交。非洲国家苏丹从2023年4月开始打内战，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这场内战是因为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都想获得国家的全部权利。这场战争让超过900万人离开家园，医院也无法正常工作，很多人生病却没办法治疗。今年5月底，苏丹的首都克土木还发生了霍乱，人们一边逃命，一边生病，生活非常困难。另外，因为苏丹武装部队支持的政府认为阿联酋帮助快速支援部队，所以决定跟阿联酋断交，这让苏丹失去了一个国际上的朋友。第三则新闻：历史上第2热的5月。今年5月是历史上第2热的5月。科学家说，不止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比以前高了 1.4 度，海洋表面的平均温度也来到了 20.79 度。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在欧洲，因为天气太热，所以今年5月的干旱特别严重，特别是英国、丹麦和荷兰。干旱不只会让农作物很难种，水也会不够用。科学家说，如果我们不快点降低碳排放，未来一定会更严重。本节目由 Linus 中文学习平台赞助播出。跟专业的母语老师学中文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注册 Linus， 找到你喜欢的老师，就可以马上预约上课。网站连结就在下方。使用折扣码 Linus 储值，还可以立刻获得优惠哦。第4则新闻：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停火。今年5月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造成很多人死亡和受伤。幸运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5月10日宣布停火。虽然2个国家宣布停火，但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情况还是非常紧张。如果2个国家无法好好沟通，未来还是非常有可能再发生军事冲突。第5则新闻，波兰的总统和总理是不同政党。今年6月2日，纳夫罗茨基当选波兰的新总统。他的想法比较保守，重视传统和国家主权，也不太同意欧盟拥有太多的权利。另一方面，在6月11日，波兰国会有些人希望总理图斯克下台，所以提出不信任投票。但因为支持图斯克的人比较多，所以不信任投票没有通过。因此，图斯克可以继续当总理。现在，波兰的总统和总理是不同政党，想法也不一样。有些人担心政府内部会吵架，做事不顺利。大家也在关心波兰会不会改变对欧盟的态度。第6则新闻，以色列、伊朗开战。今年6月13日，以色列空袭伊朗。以色列攻击了伊朗首都德黑兰核设施、军事基地和一些重要的地方。伊朗说，这次攻击造成一些高级军官和科学家死亡，还有很多人受伤。以色列说，他们是为了阻止伊朗做核武器。6月14日，伊朗反击，发射飞弹攻击以色列的城市，也造成很多人死亡和受伤。现在以色列、伊朗开战，很多人担心战争会越来越大，都希望他们可以停止战争，用谈判解决问题。以上是最近的重点新闻，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想要本集的逐字稿，可以订阅我们的电子报，连结就在下方，现在是免费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每个月都会用中文带你了解国际大事。这个世界充满冲突和不同的声音，希望语言可以帮助我们互相理解，找到和平的可能。我是 Linus，我们下次见。